唉，这就是阴谋论，你知道？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。不要把柯文哲想的，我每天那诡计百出嘛，阴谋很多。其实我就是很无招胜有招，其实我就真的就是做我自己而已。能讲《中国时报》就好了。他就是引诱我出来选而已，那有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你用卡达夫修，你嘛知道？为什么要引诱你出来选？你哪一台的？一电视。为什么要引诱你出来选？你觉得？哎呀，这个所有再想想看吧。所以你现在看这个民调的话，你觉得像以现在你这样子小胜蔡总统的话，你觉得你会有这个几率出来选？这个几率高吗？这是这样的哦，你要，我们来讨论统计学是，这是这样的哦。统计学对群体有益，对个人没有意义，因为对群体有一个百分比嘛，但是对个人来讲就是1跟0嘛，有做就100%的，没有做0嘛，所以对个人来讲，它只有0跟1嘛，所以没有意义。所以对个人来讲，你讲那个百分比，就算他99%的，这个他没做还是0啊。你要出来选的话，你觉得你要怎么去说服大家？要说其实你也有那个能力可以出来选，你比他们都好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这样的，民主政治本来就没有保证选民会做最理智的决定，所以从2000年前，苏格拉底是雅典人民用投票方式把他处死的，所以为什么他的徒弟那个柏拉图一直对民主政治有点嗤之以鼻啊？然后1933年的希特勒，那更往前看，1921年的墨索里尼，所以民主政治本来就没有保证说选民会做最理智的决定。我们常常历史上要去看说是那个环境，所以我每次讲说韩流，你看不是韩国瑜的问题嘛，是那个大环境所以那个大环境为什么会这样才出现这个人？所以同样的道理嘛，你现在香港一直在抗议的。那很像我们2013年、2014年的台湾嘛，台湾也是一直在，反正他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名目出来抗议嘛，不管你要华光、绍兴那个反旺中、反核四，理由一大堆。那其实，所以那真正的问题是民怨没有解决。为什么最后才发明那个叫问题论？你知道，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，把小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大问题，把所有的小问题都解决了就根本没有问题啊。最后那句话最可怕，你不解决问题，最后问题会解决你。有自比织田信长故事说等天亮，等下雨，等敌人走到这里，你觉得现在是走到哪一步了？我还在睡觉。那幕僚是这种幕僚说是有评南海集团刊登广告，他们是来解决掉你的吗？他是在哪一报看？自由。他是《自由时报》看，那本身这个动作就非常的有意涵嘛。